嗨，大家好，我係 Bob，歡迎你返到嚟現實生活中嘅經濟學。計量經濟學係經濟學嘅一個分支，佢探索嘅唔同變量之間嘅關係。呢啲變量係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觀察到嘅特徵同數量。例如，我哋喺商場裏邊可以睇到各種商品嘅價格，喺加油站可以睇到汽油嘅價格，喺報紙上面睇到通脹嘅數據或者失業嘅數據。政府機構同大學經常會主辦各種嘅人口普查，獲取居民嘅信息，用於政策嘅制定同評估。我哋仲可以喺網上揾到各種各樣嘅宏觀或者微觀嘅統計數據。我哋面對嘅係一個信息、數據同變量嘅海洋。點樣喺啲紛繁複雜嘅數據裏邊揾到變量之間嘅因果關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情。我哋通常對變量建立模型，估計模型當中嘅參數，以求揾出變量之間嘅相關關係或者因果關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要特別留意嘅係，我哋揾出嘅因果關係究竟係真實嘅，定係虛假嘅。我哋睇下邊呢個例子，呢個係2023年美國嘅 ice cream 銷量同由於游水浸死嘅人數按月嘅數據。橙色線表示嘅係 ice cream 銷量嘅變化，藍色線代表嘅係游水時發生意外浸死嘅人數。如果我哋把游水意外死亡嘅人數對 ice cream 嘅銷量建立線性回歸模型，就會得到一個統計上顯著嘅估計量。佢係一個正數，表示 ice cream 銷量同溺水死亡人數成正向相關關係。咁樣佢係咪意味住 ice cream 係導致意外發生嘅原因呢？顯然唔係。喺呢度犯咗一個喺計量經濟學分析當中常見嘅錯誤——遺留變量偏誤。佢係指我哋喺模型當中遺留咗一個重要嘅解釋變量，使得估計結果變得唔可信。常識話俾我哋聽，室外溫度嘅上升會同時導致 ice cream 銷量同游水人數嘅增加。氣溫降低則會使兩者嘅數量都下降，呢個就會使得 ice cream 嘅銷量同游水發生意外嘅數量呈現相同嘅變化趨勢，因此兩者具有正相關關係。但係兩個變量之間表面嘅相關關係並唔必然代表佢哋存在因果關係。如果我哋估計模型嘅目的係為咗揾出變量之間嘅因果關係，咁就唔應該遺漏咗溫度呢個重要嘅變量。如果係遺漏咗溫度呢個重要嘅因素，會使得係數嘅估計值出現偏誤，產生虛假嘅因果效應。如果我哋把溫度按月嘅數據加入到模型當中， ice cream 嘅係數會變得統計非顯著，因為佢嘅 P 值好大。P 值係喺1同0之間嘅，越接近0表示越係統計顯著。ice cream 嘅係數變得統計非顯著，係指加入咗溫度呢個變量之後，我哋就無法排除 ice cream 銷量對游水發生意外冇影響呢一個原假設。而溫度呢一個變量喺好細嘅顯著水平上，對游水發生意外浸死嘅人數嘅影響係統計顯著嘅。由此可見，溫度變化比 ice cream 銷量更可能係引起意外嘅原因。溫度上升使更多嘅人去游水，假設發生意外嘅概率唔變，咁樣發生意外溺水浸死嘅人數
就會上升。當然，如果有游泳人數按月嘅數據加入到模型當中，應當能夠揾到游泳意外同游泳人數之間統計上非常顯著嘅因果關係。我冇揾到呢個數據，不過室外溫度可以睇成係游泳人數嘅一個代理變量。呢個係我哋能夠得到顯著嘅估計結果嘅原因。上面呢個例子講明兩個變量之間表面嘅相關關係並唔必然意味住因果關係嘅真實存在。遺漏咗一個重要嘅變量，通常會導致虛假嘅因果關係。呢個係學習計量經濟學嘅時候要牢記嘅思想，亦都有助於我哋透過日常生活中嘅表面現象去睇到本質嘅規律。好多謝你收睇呢一期嘅現實生活中嘅經濟學，我哋下期再見。Ivy